该是一个金曲奖的朋友，还在得奖。我们大家行吗？茉莉呀！掌声有请。 要接手，9岁姑娘。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呢對嘢打電話其他電話都好快哦。老妹儿在路走路到这。知道嗎？ 一起。
就讲即个吼，伫业界吼，就是段时间，我第一摆吼，伫咧遮边吼，就觉得即个吼有意义的所在就来参加即个遮尔大的盛会吼，我真正觉得分别吼，所有咱吼大家遮尔真欢喜，因为即摆吼是着即个咱居民同乡会的总会长张朝卓，张总会长哦，叫做啊个伊的即个小弟啊，哦，啊嘛我的总会的迄个公务员。我每次讲说有意思哦，有后面的大哥阿弟妈，自己购入如何？也有这里面的师傅，这里头有一点爱来我们参加他的总会张朝国，叫做啥？跟什么？跟旗，跟旗。靠，迄个讲坚持哦，坚持什么？我说大个来就讲坚持啊！咱昆林老们坚持，咱好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也给今天2位女主持人洪娇娇、洪莲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交通欧阳，谢谢，谢谢。
台上磨练一下。安尼我就无变去啊，即个我就变成主了。这个牛年吼，咱未来的希望啦吼，咱来栽培，迄个要继续出包。我是哪里？我是哪里？我跟你们讲真的，我是条路，我叫做霸气兵。咱刚才为这位表演好，来，大球员，给到各位，谢谢。没那么容易呀。你从金门搭飞机来到这边，对不对？熊孩新闻标上好难。